陳明金議員主張破除既得利益，摒棄陳規陋習，打破世襲制度。8年嚟從無間斷，陳明金同吳在權兩位議員抱打不平，為民請命。我陳明金最知民心，最有市民心。我哋嘅團隊已經做好一切準備，競逐連任。民心是有心，我哋跟隨陳明金。長江後浪推前浪，施家倫多年嚟為基層、為青年發聲，以衝勁同埋經驗一心為澳門。問下澳門市民最希望係要乜嘢？用官要落台，做得唔好就要換人。陳明金團隊明白，澳門仲有好多民生問題需要急切解決，房屋問題更係重中之重。張開眼，揾出問題嘅症結，用耳朵聆聽大家嘅需要，靠雙手隨時為市民爭取。呢個公屋地盤到底幾時先至入得伙？咁差嘅居住環境點可以忍受？幾時至得到改善？住屋難，接仲加難，咁就要加建公屋咯。澳人澳地唔係得個講字㗎，所以後慢9一定要加快。等車、逼車，仲要塞車，簡直忍無可忍。佢有陣時咧，佢嚟到啦，佢唔開門俾你啊！巴士又成日飛站，我等咗半個鐘頭都冇架車。3間巴士公司要優化路線，講多無謂，行動最實際。澳門醫療長期缺失，病人長者長期輪候，小病都變大病，專科手術排隊更無了期。衣食住行係醫治行頭，嚟到醫院要快啲起好，加病床、加人手。而家嘅街市啊，樣樣都貴啦，咁基本上所有嘢都追唔上通脹㗎啦。所以政府派錢一定要加7年最少要加到1萬，照顧翻啲老人家，養老金調升至3500，仲有衞生指數應該加到4000。眼前澳門確係繁榮，但係唔代表我哋未來就有幸福。我哋要分享經濟發展嘅成果，澳門唔可以再等，我哋要改變，因為我哋能夠改變。我哋需要反映民心，尊重民意嘅議員。民生自我心，民心是我心，支持陳明金。